别走，别走，走。哎呀，子豪这小子真是太抠门了，给我这么个小瓶儿，不够爷爷玩的呀。爷爷，我回头找这小子再给你要几瓶去啊。别回头，马上去啊！顺便问问他，那个教练还当不当？现在马上到赛季了，要是当，就让他痛快点，顺便呀，多弄几瓶来。行，爷爷，那我现在就找他去啊。哎，回来。您说，别跟他直接说我要啊，想个辙，多糊弄他几瓶。哎，快去呀！好。老爷，别动！请柬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快来看，你已经名动长安了。这是士林诗会的邀请函，夫人赶紧准备准备。你不是一直惦记这个诗会吗？可是夫君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首诗本来就是你有感而发，版权应该归你所有啊。不合情理呀！什么不合情理？我们是夫妻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们都一样。至于你愿不愿意去呢，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但是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什么合不合情理的事儿，太伤我的心了。夫君莫伤心，那妾身去还不行？快去准备准备。哎，对了，你一定要有自信。来，跟我说一遍，提同符是我做的。提同符是你做的？哎，不是，提同符是我做的。提同符是我做的？对，提同符是我做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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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，按这个节奏啊。二夫人，程小公爷到访。提同符是我做的。提同符是我做的。城府的小公爷到了，在前厅等着呢。哎，这小子昨天黑了我，今天还找上门来了啊！那他还来找夫君做什么？不会又是去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诗会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找我当教练的事儿。我答应了他爷爷，帮他们训练那个蹴鞠队。哦，那既然是答应的，夫君就随他去吧。小公爷，国公爷安好啊，安好。千叔啊，子豪兄昨日可安好啊？安好。嫂夫人没闹腾吧？一切都安好。哎，小庄兄，小豪兄，子豪兄，这么早就来了？怎么着？该不会是又来找我裁眉的吧？哎，我哪会栽眉呀？是我奉了爷爷的军命，请你这个总教练上任的。啊，这事儿啊，那走吧。那个子豪兄，你那个九华玉露还有多的没？梅郡主想讨要几瓶。梅郡主，你想好了呀？你先前的事一点都不记得吗？梅郡主是我堂姐，很是讨我爷爷喜欢的。上回子豪兄你送爷爷几瓶那九华玉露，他试了试，也很是喜欢。昨儿找我要来着，我也不好说不啊，毕竟爷爷宠他宠那么厉害。啊，那行，那明儿上我那儿再拿几瓶吧。哎，不过我那儿也不多了，而且再做的话，原材料都不够了。见歪了不是？缺什么材料你跟我说呀，我认识的科长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算有材料，我也没时间做呀。我不是得忙活你们家那个蹴鞠那件事吗？对，那只能这回劳烦子豪兄你了。下一次你再制作九华玉露的时候啊，缺材料我给你张罗材料，缺人手我给你打下手，行吗？真的？
那行了，走吧。怎么这是？回小侯爷，是门轴坏了。门轴坏了。那你去弄块锡皮子，把那个门槽跟那个门轴都给它包上，然后弄点什么呢？弄点猪油到里边，以后这门轴就不会坏了，肯定特别耐磨。明白了吧？钱管家，哎，夫人，侯爷跟小公爷走了吗？刚刚出门。晚饭前您让人派车去把小侯爷接回来，哎，可别让小公爷把咱小侯爷带坏了。是，夫人放心吧。如今长安城这么盛行5人蹴鞠，那养一支球队要花不少银子吧？子豪兄有所不知啊，虽然这些王孙贵族喜欢这个，但你要让他们自己掏腰包，谁他妈也不乐意。他自己不掏腰包谁掏？等着天上掉啊！如今长安的蹴鞠早就商业化了。哦，商业化，怎么还能拉广告、卖门票？这些王孙贵族也下海经商了。这些王孙贵族虽然不屑于经商，但是他们也不代表不从事商业活动。就像我们萨子路球队啊，从来都不收资金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我也长长见识。我们程家能给国内外的投资商提供各种方便，只要条件优厚，我们能给那些行商的提供庇护。你要知道，行商最怕什么？就怕的是地方的克扣和刁难。有我们程家的号召力，那是很有震慑力的。你说如此讲来，我们萨子路球队能没钱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瞅准机会，老子也逃上一毛。你我纵横文坛数十载，却不如区区一女流，可悲呀，可叹！你们来看看吧。的确是好诗啊。壮士们好，总教练好，壮士们辛苦了。回答不上来了吧？这是邓爷爷的范儿，早就知道你回答不上。这帮小兔崽子们，谁要是不听话，你就直接踢。这个踢什么踢？你这么粗野呢？大家都是文明人。同志们，下次记得要喊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为人民服务。我王修王子豪已婚，这次来就是给你们担任总教练一职。之前呢也看过你们的比赛，非常的勇猛啊，在赛场上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。有些人不止把敌人打得满场跑，还险些把人打成残废，实在是纯爷们儿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你们能在打人之余再多进几个球，这就完美。这也就是我来这儿给你们当教练的目的。好了，我们就算认识了。现在呢，大家分为2组，我们打个友谊赛。我来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特点。来，踢上！子豪兄，这帮小子素质怎么样？还行吧？德州兄啊，你马上准备一下球队和球员的资料，拷贝一份给我。拷贝，就是整理一下。哦，行，我尽快。诸位都观战好了吧？那我就收起来了啊！收起来。多看一会儿嘛。这才是好诗，简直就是震古说今，空前绝后啊！这王晨雪英是哪家的闺秀？是啊，真是个女子所作吗？你是不是傻？多傻啊！这男人有2个姓的吗？是。哎，那你与这位方家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啊。说听听。这此女高才，在下有幸与之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少时的玩伴，如今的好友啊，至今关系还很暧昧。真的假的？
各位文坛前辈方家，小女子王晨雪影，这厢有礼。真是才女啊！啊，是我大唐的诗仙，国中的花魂呐！兄台有如此好友，这是享受了齐天之福啊！哎，人来了，去呀去呀，去呀！哎呀，真天人也！能见诗仙一面，不枉活此生，我死而无憾。快走！仙女快走！仙女，我保护着你啊！冲上！这不干他妈什么呢？快！你们这提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干嘛呢？传！哎，别注意中线！哎呀，我服你们了，你们都热情了，船往这边传，踢！快！实在不行，头脚顶他呀！哎，我传过来！80米远射，远射开一脚，可是哎呀，真是天人也，诗仙呐！哎呀，师太，大唐的诗仙呀！我又泼了墨水，砸毁书案，回去烧了书房，从此以后封笔了。啊，封笔了都！今天我老程要宴请王子豪，大伙儿都精神点啊，千万不能慢待了他啊！精神点啊！哎呦，子豪啊！哎，坐。程爷请。爷爷，我呢？你呀，子豪啊，离这个比赛还有3个多月了，非常紧张和辛苦啊！我听说你这个教练员不简单呐，你还有很多他家的新理念啊，什么下地传中啊，包抄到位啊，还有这个80米远射啊！我问你啊，这80米远射是这个武穆遗书里说的吗？对啊，为了当好这个教练，我特意回家又重新翻阅了一下。这些蠢材给你添麻烦了。应该的啊。其实这个80米远射虽然是玄妙的一招，可是现在这个条件实施起来有点难度啊。是不是这些蠢货没有天赋啊？有没有？程爷爷教导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！问题不是出在人上，而是出在这个球上啊！这球这可是当今最好的球啊！对呀，球是好球没得说无论是从款式还是做工，关键是出在这个制作材料上。这几天呢，我也留意了一下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球啊，都是用这个毛纤制成的。里面是死芯的。这个球呢，虽然球员们可以足不离球，球不离足，可是，这个球踢不高，踢不远，无法施展啊。这个蹴鞠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个蹴鞠是这样，可是这个足球就不一样了。子豪啊，你这足球又为何物啊？这个问得好啊！这个足球呢，就是蹴鞠的升级版。足球外面是皮，里面是囊，囊里边充的是气，这样呢，它踢起来又有弹性又结实，踢到人身上又不疼。哎，这好啊！哪天拿过来让爷爷看看。如果好的话呀，咱们就踢他。爷爷莫急，这个足球我是一定要做的，可是就目前的条件来说，我还得再回家研究研究。哎，子豪，你还研究个啥子？你只要说话啊，有需要什么你就说。长安城有的是能工巧匠，只要我爷爷一句话，全白来给你打下手。好了，闲话少说了，咱们先吃着喝着啊。来，好啊，我先敬你一杯啊。我敬爷爷，我敬爷爷了啊。二娘子，快，跟我去拴马车接人去。来，大伙儿吃着喝着啊！来，再干一杯，咱爷俩有缘呐！哎呀，
回国公，回小侯爷，侯爷府的马车来了，说是要接您回去。啊，爷爷，我这次真的得先回去了，我也不能让我夫人一直在家等着我呀。子豪说：“居内呀，居内呀！”得了，爷爷呀，成全你啊，去吧。哎，谢谢爷爷，告辞。这小子呀，怎么看都不像大唐的人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夫人，士林诗会有何心得呀？夫君，我现在还晕晕乎乎的，你跟我说那个题同符，真的是妾身写的吗？真的是你做的呀？版权这种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自从我失忆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见过老丈人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家父身份微贱，不劳烦夫君挂念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爹呢？我今天呢，听德昭兄说，长安城的王孙贵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，又听钱叔说我老丈人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想了一招，能让我老丈人东山再起。什么妙招？合作经商。合作？你堂堂一小侯爷，怎么能做小买卖呢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不是有那个九花玉露的配方吗？这配方是我的，是夫君给我的，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你也不给啊？什么是老子啊？反正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就是你爹，我老丈人。那也不给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九花玉露的配方，少下几味药，一样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。如果咱们能把这个药放在我老丈人那个药房里出售，那肯定是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啊！招秘方下药的时候，不用外人，都用咱们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谁啊？那如果能发财的话，咱们就能把云家庄的地全部买过了。云家庄？你不是说云家庄惦记我们家田产吗？你怎么还惦记起人家田产呢？那要看咱们能不能发财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夫君，你小声点儿，你轻点儿。哎呀！嘘！啊！二女在听前歌。哎呀，我早知道了。二女，你别磨蹭了，赶紧进来了。我知道你在外面。哎呀，知道他头对你还乱叫。这丫头肯定在门口掐时间呢，装作赶过来的样子。老爷，夫人。二女啊，刚才你可都听见了？真的没听见？外面蚊子是不是很多呀？不多，你看你脖子上咬的那个大包。听见就听见了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叫你进来有2件事，第一，以后在门口偷听的时候，别吃瓜子儿，吃桂花糕，一嗑瓜子吵得人晚上睡不着觉。第二，你的按摩手法比夫人的好太多了。一会儿你来过来给我按啊，用我教给你的泰式按摩法，记得吗？哎呀哎呀呀呀！让你嫌弃我，哎呀，哥，别掐了！我跟你说，二女的按摩手法真不是盖的，不信你也试试。二女啊，今天你先给夫人按啊。夫人，请。程小公爷早。
还别说啊，此后这主意真好，门中这么一弄啊，开关门连个吱吱呀的声音都没有。想和你比武。就摸我屁股？想和你比武。谁？是小蝶吗？我二娘子。别动了，你可真敢想！我们程家的绝学可是家传的，是你想比就比的吗？想和你比武。神经病！想和你比武。王子豪作为现代屌丝男，用脸皮和嘴皮成功地唬住了大唐的足球流氓，将先进的技术引入，并成为了大唐足球教练第一人。下一集里，跟老丈人合作花露水作坊的事情，也让事业刚刚起步的他雄心壮志。这九花玉露是有身份的人用的，如果拿出去卖，得换个名字。那夫人就给他起个名字呗。泔水。